好多人都以為關節痛同埋關節退化嘅問題係年老嘅專利，但係你哋又知唔知其實關節問題開始逐漸年輕化呢？平時有試過即係關節痛嘅問題咧？我係膝頭哥，有時關節會有少少。點樣痛法咧？冤住咁樣咯。有時可能啲膝頭啊嗰啲咯，係啦，或者啲大髀啲筋啊嗰啲咯。我覺得女性好似聽講話啲骨質疏鬆啊，或者嗰啲係會比男性係會容易啲咯。一向注重健康嘅 Jessica， 最近佢就有膝關節痛嘅問題。Jessica，你點樣發現到自己有膝關節痛嘅問題嘅咧？咁我成日都做運動嘅，之前咧就試過唔小心整親、受過傷，所以間唔中咧都會有關節痛嘅問題。咁我仲試過咧行樓梯嘅時候咧會有咵咵聲，同埋酸軟冇力嘅情況出現添。咁你試過點樣解決咧？我之前膝關節最痛嘅時候咧，我有買一啲消炎止痛藥食嘅，一唔食咧就會痛返，所以我之後都冇繼續食。市面上咧有咁多關於關節痛嘅保健品啦，其實我哋應該點樣揀呢？咁大家可以從呢3方面去選擇。第一就係含有一啲天然止痛嘅成分，例如專利嘅齒葉乳香，佢可以好快發揮到抗炎止痛嘅功效，亦都唔會傷及到我哋嘅腸胃嘅。第二就係可以提升到我哋關節嘅靈活度，就係例如專利嘅水解蛋殼膜，佢係含有豐富嘅膠原蛋白啦，亦都含有軟骨素，可以提升關節嘅潤滑度啦，減少到我哋嘅摩擦。第三就係可以提升到我哋肌肉力量嘅成分，例如薑黃素啦。咁平時最好配合埋一啲日常嘅拉筋運動啦，咁就可以減少有痛症啦或者受傷嘅機會嘅。而家個膝關節問題改善咗好多，咁因為我最近試咗一隻係天然嘅關節補充品，咁我食咗1日咧，其實已經覺得嗰個關節咧係舒緩咗好多啦。我食咗大約1個月咧，其實我感覺到個肌肉嘅力量提升咗啦，個膝關節咧都冇再痛啦，甚至乎咧我依家啲肩頸啊、腰背痛咧都已經改善咗好多。